呢一套真係港澳朋友嘅度假屋啊！坦洲10萬蚊首期嘅豪裝3房，南向嘅露台仲可以望到雙園林景觀啊！你睇下呢個景觀啦，呢邊望園林景，隔籬咧仲可以望到泳池嘅景觀啊！10萬蚊首期你就可以攞低咯，而且樓下仲有我哋自帶嘅業主巴士返澳門同埋香港噶。你望到嘅呢種天花吊頂啦，而且射燈啦、中央冷氣啦，都係交付標準嚟噶。L 型嘅大廚房咧係全部送俾你噶，所以佢呢度嘅面積啦非常實用，哇，相當靚仔。呢一種奶油風，我個人都係非常中意噶。望翻休息間先，咁3段式嘅公共衛生間啦，包括每一間房啊都好四正，方方正正嘅，唔會有浪費嘅空間。主人房入到嚟，衣櫃。1.8米嘅大床，同時可以放落3邊落床位嘅喎。依家10萬蚊首期，因為佢諗到即係話港澳朋友開車過嚟啊，仲限時送你一個車位。感興趣嘅評論區 PM 我，